準備退休嘅60歲男士今日到來我們辦事處，尋找性價比高嘅聽力方案。男士細個嘅時候已經開始聽力差，現在用緊一個1000多元的放大器，效果非常差。替男士做聽力檢查，發現高音聽得非常差，結果是左右耳中至重度弱聽。給男士試用我們的16通道 CIC Plus AI 專業助聽器及24通道 RePro AI 專業助聽器，外出試機，兩部機嘅噪音抑制效果都理想，人聲都非常清晰。以24通道 RePro AI 專業助聽器嘅人聲更有層次感。識唔識行路過嚟啊？識，唔係太難啦。我中唔中意食雲吞麵啊？一般都唔係話太中意。魚蛋粉你食唔食啊？都食，就係唔係太中意。咖啡奶茶飲唔飲啊？飲。後邊聽得清楚係咪啊？聽到。以前後邊聽唔聽到㗎？以前後邊都聽嗱，佢有唔同 function 嘅。如果聚焦咧就聽唔到啦，但係如果要均衡嗰隻咧就會聽到。而家呢個兜一個轉都聽得清楚係咪？男士馬上決定購買我們這款24通道 RePro AI 專業助聽器，祝願男士在使用我們這款助聽器後，聽力得以改善，退休生活愉快，身體健康。